呢位女士有肩周炎嘅問題，可以見到咧佢舉手係有困難嘅。好，咁我哋咧啱啱見到佢咧個膊頭較舉唔到向前啦。第一個問題就係個膊頭較向咗前褪啦，所以見我哋咁樣推佢呢啲位咧都比較痛嘅。第二咧，我哋揾到咧二頭肌筋腱啦，同埋前三角肌呢啲位咧都比較腫脹，咁啊令到佢咧舉手嘅時候咧就發唔到力，咁所以我哋一陣間都要處理咗佢嘅。咁第三咧，我哋發現咧佢二頭肌呢啲位置啦，同埋咧個膊頭較咧有啲內旋咗啊，所以我哋一陣間咧都要向外咧推返開佢。好，首先咧我哋將個膊頭較咧要向翻後移啦，同埋打翻開佢，因為佢膊頭較本身向咗前褪啦，同埋內旋咗嘅。好，第二咧就要鬆翻開咧二頭肌筋腱啦，同埋三角肌呢啲位置啦。二頭肌呢啲位置啦。呢個咧，其實你見到咧，佢係落唔到去嘅，向外旋嘅時候，所以我哋咧就將佢調翻個膊頭較嘅位置啦，然後幫佢慢慢拉翻開去嘅。同時為膊頭較進行牽引手法，及重點放鬆肩胛下肌。